婚林监理站甲相关的单位来合作，针对着啉酒开车的累犯，举办着道案的讲座。讲座的现场是特别以冷场的方式来呈现，希望参加讲座的22位的学员会当体验到生命的珍贵。 根据统计，5年来全国因为食烧酒赛车来往生的人数是1500个。为着有效防止这款的代志发生，婚林监理站拢会办理道案讲座课程。这个监理站嘛特别和斗六市北德市民分区合作，用冷场的方式来呈现讲座。后来参加课程的22个累犯学员，拢会当体会到生命无价。殡仪馆这个地方，借由这样的一个地方呢，希望能够对这一些讲习的学员呢，有所警惕。只要是食烧酒，不管是赛车、骑奥多摆，也是脚踏车，拢算违规。骑奥多摆头一届罚款是9万块，赛车是12万，但是伫咧10年来继续还就算累犯，除了罚款加重，嘛会吊销驾照。如果10年内的累犯那汽车是12万开始。透过这个用冷场的方式呈现的道案讲座，希望让所有来参加课程的学员感受到生命的宝贵，呼吁大家珍惜家己，嘛珍惜生命，彻底将食烧酒赛车的行为来改革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